炒股唔使驚，餅哥喺大廳。今日同各位老友記傾一個股市入面嘅刮彩票話題，打新股。用最接地氣嘅方式同大家傾下，打新股就係買新股首映票，就好似電影院裏面新片上映會賣票，我哋就買到首映票。公司上市都會發行新股票，我哋可以通過股票賬戶申購呢啲新股，亦即係打新股。如果運氣好啊，中咗籤，等股市上市之後呢，股價上升，一賣就揾錢。呢個就好比商場啱開業嘅時候搞優惠大酬賓，我哋搶先去排隊買嘢，等升咗價之後再轉手賺差價。但係打新股唔係話你想打就可以打嘅，要先有門票。呢個門票呢，就係你要持有一定市值嘅股票。戶市規定每持有1萬蚊市值嘅戶市股票就可以有一個申購單位，一個申購單位呢係1000股。深市係每持有5000蚊市值嘅深市股票就有一個申購單位，一個申購單位係500股，而且市值係按照 T+2 日，T 日係申購日，要提前20個交易日日均市值嚟計算。譬如話你想喺10號打新股，咁就要計一下從9月21號到10月8號呢20個交易日你持有嘅股票市值。咁點樣打新股呢？首先要關注新股嘅信息，可以通過財經網站、證券 APP 睇下近期有邊啲新股發行，同埋新股嘅申購日期、發行價格呢啲相關嘅信息。喺申購日當日登錄你嘅股票賬戶，揾到新股申購，輸入新股嘅申購代碼，系統就會自動顯示你可以申購嘅數量。確認之後提交申請委託就可以啦。我自己用嘅平安證券呢，就會有自動彈出嚟話你知有邊啲新股可以申購。記住，申購一旦提交就唔可以撤單，然後等中籤結果。一般申購後嘅第2個交易日就可以知道自己有冇中籤。如果中咗籤啊，證券賬戶呢就會有提示，同時呢你都會收到短信通知。中籤之後要確保當日下午嘅4點前，你嘅股票賬戶裏面有足夠嘅資金用嚟繳款。如果資金唔夠啊，就當你係放棄認購。但係次數多咗呢，就會影響你以後打新嘅資格。譬如我之前有個深圳嘅兄弟啊，打中咗東鵬。上市之後轉手呢就賺咗白皮啦，你話正唔正啊？雖然打新股睇起身好吸引人，但係都唔係話穩賺唔蝕嘅。有啲新股上市之後股價唔升反而下跌，亦即係破發。呢個時候賣出就會蝕錢，所以打新股呢唔可以盲目咁樣打，要對發行新股嘅公司呢了解一下，評估下佢嘅發展前景同埋投資價值。有興趣嘅老友記啊，可以用屋企人多個賬戶一齊打新。仲有就係要堅持申購，中咗籤就好似執錢一樣，但係需要持續咁樣參與，見好就收。首日賣出嗰陣呢最穩陣，